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际级保护的鸟仔类乌面腊飞，每一年大约有3000多只，会飞来台湾过冬，大部分会伫台南的七股甲四草来休卡。讲最近离安南区的北山尾路边的溪湾啊，发现有乌面腊飞咧找食，而且这个数量是一天比一天较侪，今仔日竟然有超过80只。 溪湾内有真个鸟仔伫讨食，若无讲乡亲可能毋知讲这内底有包括国际保育类的鸟仔叫乌面腊飞，而且出现的所在毋是一般印象中的七股保护区，而是安南区北山尾路边的溪湾啊。或是早上的话，他们才会在那觅食，而且动作非常的漂亮。 乌面腊飞的数量讲愈来愈多，今日早起有80只，互人真欢喜。大概有80到100只左右的黑面琵鹭整群在那边觅食，其中也有环嘴鸻，还有苍鹭、大白鹭、小白鹭、中白鹭，通通都有。鸟仔遮济，咱会知伊是乌面腊飞。理事长讲，为伊讨食的动作都看会出来。头埋在水里面，左右摇晃的，那就是那个黑面琵鹭在觅食。因为乌面腊飞当年拢会到台南七股的沿海过冬，难得到北山尾来社区呼吁看鸟仔翕相民众，伊个爱穿深色的衫，嘛唔通去甲因惊到。